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分享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的財富是否能夠持續經過3代？這個問題對於每一個創業者和投資者來說都是非常關鍵的。在中國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叫做富不過3代，很多人的財富到了第3代就會消失。今天我們來分析一下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個問題。從我接觸過的很多企業家，例如彭先生，他們在資產高峰期都會積極地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，甚至第2家族基地。這些行為背後不僅是稅務規劃，更是一種對制度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。然而，多數人的出海策略並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，而僅停留在購房、投資與移民層面，缺乏法律結構、信託體系與合規，使得這些資金在海外容易被凍結、課稅，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。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性困境是，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。現在，外部環境與內部政策的變化讓出海成為不再是選擇題，而是生存策略。國內外匯監管強化，反壟斷政策落地，稅務信息自動交換 （CRS） 全面實施，使得資金流向透明化。同時，美元升值與國際利率變化，使得全球資產配置不再只是避險問題，而是收益結構重建問題。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，第2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3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財富出海並非終點，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。最後，我們來總結一下，中國歷史上富不過3代的宿命，根源在於制度缺乏與結構脆弱。當代企業家的出海行動，既是對歷史的本能回應，也是對現實風險的理性防禦。但唯有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，從個人意志轉化為家族制度，財富的故事才可能超越一代人的榮光，進入跨世代的秩序。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關於如何保護你的財富，如何建立一個永續的家族事業，請持續關注我的頻道，我們會不斷分享這些知識和經驗，幫助你建立一個更加穩固的財富基礎。謝謝大家的收看，請點擊訂閱並打開通知鈴，我們下期見。